罗里门马乡五虎千岁石伫日前圆满落幕，为发扬妈祖大爱精神，庙方决定将2200份普渡贡品捐赠予咱市40个社福团体，关怀弱势族群。伫捐赠典礼上，由市长委替代表收下这充满妈祖大爱的暖心礼物。信目标赞！我背后遮济物资，这是一部分啊了，这是摆出来哦，因为全部要提出来，可能3天、3暝、3天，用拖拉机落去载。这样啊济物资要来帮助咱社会，咱城市弱势的团体，这是不但是各位的善心，嘛是妈祖天上圣母的善意，会当帮助。想伫遮再次感恩代表咱台南市186万市民朋友，以及所有受到帮赞咱的弱势团体，表示最高的敬意甲谢意嘛。集大众的爱心来帮助咱台南市的弱势团体啊，对，弱势团体。所以讲欢迎大家伫妈祖生一大中间，大家信仰的遮参拜，互路边们庇佑咱身体较健康、较平顺的来个逐工会当存好心、做好事、讲柔软的话、尊重的话，互咱未来人生哪顺。这回土城乡圆满，庙方捐赠普渡贡品，接续农历3月23妈祖生也将来到，圣母庙继续发起捐油捐米的活动，希望帮助全台南市家受日好。庙方也希望各界踊跃参与登记，做伙发扬妈祖精神。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。